原本大好形勢，到底要犯幾多個低級錯誤先會親手送個決賽席位俾阿根廷？有人話係美斯由球王上身，但我覺得罪魁禍首絕對係杜曹。突然間修夫基上身戰術連環自殺，杜曹一步一步將英格蘭推去萬劫不復嘅深淵。今次出局根本一啲都唔冤枉。先簡單講一講上半場，雖然兩隊都冇咩入肉攻勢，但其實英格蘭一開波踢得幾有部署。阿根廷一向最中意經中路滲透，但杜曹上半場個4-4-2中位防守，安達臣比寧咸同懷斯成功限制到美斯，連哥頓都成日落翻去幫手 mark 人。上半場兩隊埋身肉搏，火藥味濃到爆。但問題嚟啦，既然上半場踢得幾好，下半場仲要先入波領先，點解突然會被阿根廷反客為主？關鍵就下半場哥頓幫英格蘭領先1-0，呢球真係要俾 credit 懷斯。當阿根廷防守球員以為冇危險收步嘅時候，懷斯完全冇放棄，搶翻個波先至有呢個入波。入完波之後，阿根廷開始積極反撲，但其實英格蘭都唔算太下風，大家有來有往。但係杜曹個路好似突然間斷咗電咁，領先之後全隊擺出一個拍大巴嘅低位防線。我知實有球迷話領先縮後防守好正常啫，有咩問題先？如果最後守到嘅話就唔會有人質疑。但係杜曹個大巴陣根本唔係一般嘅縮後，佢手上面明明有福仔、沙卡同馬道基呢班快馬，佢一個都冇打算換出嚟打反擊，直情係把心一橫，一心死守，連反擊都唔打。跟住佢好似嫌個陣仲未夠多防守球員咁，再換入奧賴利、干沙同丹班，由4-4-2變陣打6後衛。當你將所有進攻球員換走，前場得返體能已經見底，又唔叻打反擊嘅哈利簡尼，會發生乜嘢事？阿根廷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咁全軍壓上，因為佢哋知道英格蘭根本冇能力打反擊。只要阿根廷一甩波，佢哋嘅後衛可以好輕鬆咁圍死哈利簡尼，因為佢身邊一個隊友都冇，同埋哈利簡尼嘅企位竟然喺自己禁區頂出少少。杜曹呢個保守到極點嘅決定，等於直接打開個門口，同阿根廷講：我唔會再攻啦，你哋快啲攻過嚟啦！阿根廷最叻嘅本來係中路短傳滲透，但既然你中路縮到實一實，人哋領隊史卡朗尼就好聰明咁做咗個微調，先換入干沙里斯去拉開邊路，令英格蘭原本好緊密嘅中路防守被拉扯。跟住美斯開始回後到接近離門30幾碼嘅位置去攞波，最出奇號係美斯後場攞波，英格蘭竟然冇人上前 mark 佢，因為個個都驚失位，個個都縮喺禁區。結果美斯喺毫無壓力之下可以施施然睇定嚟踢。我估世界上冇一隊波會比美斯咁輕鬆攞波，仲要唔去 mark 佢。然後球王就不斷將球斬去英格蘭兩邊防線嘅身後。阿根廷喺邊路製造2打1，不斷傳中入禁區。阿根廷球員平均高度偏矮，平時極少斬傳中。但既然你英格蘭主動讓條邊路出嚟，人哋點會仲同你客氣？迪保羅同美斯輪流傳中，甚至連麥卡利士打都可以用頭槌頂中柱。其實呢個時候明眼人都睇得出英格蘭就嚟要失波，但杜曹依然諗住死守。結果美斯一次開短角球喺邊路形成1對1。呢個時候原本企喺禁區頂嘅安達臣竟然跑過幫史賓斯一齊協防美斯。安達臣一走過嚟，英格蘭個禁區外即刻完全冇人封位，美斯就即刻交俾禁區頂冇人 mark 嘅安素。安素射咗個世界波，追平1-1。雖然比寧咸已經全速衝過去，但太遲啦。呢度就衍生另一個問題，懷斯去咗邊？我上一條片都講過，懷斯對英格蘭有幾重要。但其實82分鐘已經換走咗懷斯，懷斯換走後僅僅3分鐘，英格蘭就失守。不過呢度我都要講翻句公道說話，換走懷斯真係唔怪得杜曹，因為懷斯真係頂唔順眼，睇到佢踢得咁辛苦，真係好心酸。季尾佢幫阿仙奴搏晒老命，本身大傷，仲要啱啱病好，換走佢係冇辦法。但問題係你換走懷斯，點解唔將詹士或者史東斯推上去打防中？詹士而家喺車仔基本上都係打中場，而史東斯一早俾哥迪奧拿改造到可以踢防中，佢哋兩個揀一個代替懷斯，防守嘅位置感一定好過安達臣同比寧咸。呢球我唔想太過怪責安達臣，因為佢本來就唔係純正防中，佢係工兵型 box to box 中場，
搶波佢就叻，但係位置感真係一般。至於實有球迷會問點解唔換明奴，算啦，大家都知杜曹根本唔會用佢，再討論明奴真係嘥氣，所以真係冇咩討論價值。更大鑊嘅係追到1-1之後，英格蘭已經完全無力反撲，因為杜曹之前嘅自殺式換人已經將所有進攻球員換走晒，換晒防守球員。你叫呢班後衛點樣突然變翻比較進取嘅陣式？英格蘭連最基本嘅組織都做唔到。其實到呢個時候，英格蘭仲有2個換人名額，後備席明明仲有福仔、沙卡同馬道基，但係杜曹已經將自己推入咗兩難嘅局面。如果突然間短時間再大幅度改變陣式，球員一定無所適從，但又冇理由將啱啱先換入嚟嘅防守球員再換走。結果佢決定不變應萬變，繼續死守，諗住拖到加時。大家仲記唔記得杜曹為咗守高空波特登換單搬出嚟？但係最諷刺嘅係阿根廷最後個球絕殺，偏偏就係用頭槌頂入。雖然嗰球真係輸俾美斯，球王級嘅表現，冇人估到美斯會用右腳出波，但事實就係身高偏矮嘅馬天尼斯頂入。杜曹無論戰術定係換人調動，全部宣告失敗。當然，大家可以話係事後孔明嘅講法。如果守到，大家就會讚佢係戰術大師。但大家都知道久守必失嘅道理。英格蘭喺65分鐘領先之後，竟然把心一橫，諗住死守30分鐘。呢個諗法會唔會太過黐線？連佛德國識得死守之餘，都識打反擊嘅道理。唔單止逼到阿根廷苦戰，仲可以喺佢哋身上入2球。如果英格蘭領先嘅時候肯唔好咁保守，換福仔或者馬道基出嚟打反擊，今日根本唔使輸。呢場波兩隊領隊能力嘅高下立見，史卡朗尼展現出乜嘢叫膽識同強隊嘅適應力。中路踢唔通即刻變陣，踢邊路傳中，另一邊廂杜曹就展示咩叫懦弱，手握一副靚牌，竟然走去學修夫基。我一直都覺得杜曹係世界級教練，我幾中意佢。英格蘭足總破例請個德國人翻嚟，大家都知英德歷史上有幾大仇口。佢本來帶俾我希望，但係今場佢真係令我好失望。不過我相信佢唔會辭職，起碼會教埋歐國杯。希望今次杜曹只係突然間黐咗先上頭，好好吸取今次嘅教訓。如果唔係，下次真係會烏紗不保。定係其實英格蘭真正嘅救世主係哥迪奧拿？今場波睇完，我真係一把火。我想問下大家，如果換轉係你係1-0領先嘅時候，你會做咩換人調動同打咩戰術？定係你會好似杜曹咁諗住拍架大巴死守到完場？即刻喺留言區寫低你嘅睇法，一齊討論交流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